黃柏36歲，礦場嘅木匠，性格沉默寡言，但係做嘢相當之勤奮。工友都話佢係一個好昂直嘅好老公。而佢嘅老婆何瑞英25歲，人稱烏頭，人生得靚，身材又好。佢係黃大娣嘅繼女。兩公婆結婚3年，何瑞英對黃柏嘅態度就越嚟越差，甚至乎已經分床瞓。而黃大娣更加係由頭到尾都睇黃柏唔順眼，因為佢覺得個女生得靚，應該嫁一個有錢人。而喺案發前1年幾，礦場嚟咗一個後生仔叫做阿黃。阿黃生得高大靚仔，而且自命風流。佢好快就睇中咗何瑞英，仲直接用50蚊嚟收買黃大娣，叫佢幫手撮合同何瑞英一直春宵。黃大娣向來都係認錢唔認人，所以佢就幫阿黃將一張約會嘅紙條交俾個女。何瑞英欲拒還迎，當晚就去赴約。自此之後，佢哋經常喺晚黑約會，就算有時候俾其他村民撞到，兩個人都毫不掩飾。而阿黃更加離譜到周圍向人炫耀，話自己搞掂咗村入邊最靚嘅村花，仲無恥到幫黃柏起花名，公然喺其他人面前叫佢做武大郎。就係咁，兩個人嘅奸情喺村入邊傳開咗，好快黃柏亦都知道。但係佢嘅性格內斂，而且為咗兩個仔，佢選擇死忍，一直都係隻眼開隻眼閉。而大約喺案發前2個月，何瑞英突然間話自己有咗，黃柏隨即就怒火攻心，因為兩公婆已經成年都冇行房，佢知道呢一個係阿黃嘅業種，但係依然都選擇沉默冇出聲，將所有嘅悲憤都收埋喺心底。直到案發當晚，即係9月20號晚9點半，黃柏又喺村入邊聽咗唔少閒言閒語。佢成套火翻到屋企，積壓嘅怨恨終於徹底爆發。佢直接將喺度熟睡嘅老婆拖落床，何瑞英都未反應得過嚟，就已經俾佢揮刀亂斬，好快就一命嗚呼。而兩個仔瞓喺隔籬，根本就不知人間何世。殺完老婆之後，黃柏就諗起外母黃大娣，佢認為如果唔係外母從中作梗嘅話，兩公婆根本就唔會搞到如斯田地，所以要殺就一定要殺埋佢。於是佢即刻挑起夜燈，攞住菜刀衝落山去鋪頭，之後就發生咗開頭嘅恐怖一幕。而根據驗屍報告顯示，黃大娣身中20幾刀，死因係失血過多，而何瑞英嘅傷口全部都係集中喺頭頸部位，刀刀致命，根本就連求救嘅機會都冇，足見黃柏落手嘅時候非常之狠。1962年11月1號，案件喺粉嶺裁判法院展開初級偵訊。黃柏被控2項謀殺罪，佢企喺被告欄一直精神恍惚，語無倫次，一時傻笑，一時就自言自語喺度叫住阿英、烏頭。佢懇求法官俾佢見2個仔一面，而檢察官就認為佢嘅精神有問題，要求將案件押後14日，將佢送往青山精神病院接受治療。其後醫生證實黃柏嘅神經唔正常，需要繼續留醫，不適宜應訊。就係咁，呢一單案就被無限期擱置，從此告一段落。好多人都認為背負偷看嘅何瑞英同埋貪錢嘅黃大娣最終慘死喺刀下，兩個都唔值得同情。但係呢啲都唔係黃柏殺人嘅理由，而最無辜嘅始終都係小朋友，一夜之間就成為咗孤兒，真係人間悲劇。邵氏將呢一單案改編拍成電影，收錄喺《香港奇案》。雖然戲入邊嘅案發地點同埋情節同本案大有出入，但就將人性嘅醜惡同埋陰暗面刻畫得相當到位。而且唔同嘅係，戲入邊嘅奸夫被殺，但係本案中嘅阿黃喺案發之後就消失得無影無蹤。咁你覺得如果冇阿黃出現嘅話，呢一場悲劇仲會唔會發生呢？歡迎喺評論區一齊討論。我係小新，迷情實錄2.0將會為大家繼續呈上更多精彩案件。我哋下期再見。